再来看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卡心，昨半暝伫网络抛出相片，指控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10月27日甲几个查某人进出招待所。刘文杰是回应讲，伊绝对无甲女性有不当的接触，要求外界毋通得过斗菜刀、看到公告书。刘文杰牵手民进党的立委林楚英，嘛强调讲，伊相信伊的翁婿。昨日，民众党的立委陈婉慧嘛表讲，刘文杰诉假离婚违反婚害防治法。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是表示讲，应该发就会发，无例外。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初五半暝抛出4张相片，指出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10月27暗时要去招待所，还阁有几个女性嘛伫同一个地点出入。徐卡心质疑讲，这个所在伫内湖蒋姓氏会馆。有风声讲，头家就是涉及800会馆治乱的嫌犯蒋兴华，请刘文杰就要讲好明，这个蒋姓氏敢是涉嫌跋筊甲地下汇兑蒋兴华？涉嫌地下汇兑，现在还正在被检调调查当中，甚至还有所谓线上博弈、赌博的问题。那这样的一个老板所开的招待所，我们的高层公务人员还去他的招待所里面谈事情或是聊事情，那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严重的。针对这点，刘文杰回应讲，迄暗受到邀请去朋友的公司坐一困就先离开，绝对无含女性有不当的接触，嘛无做伙出入，且唔通乌白生话、乌白做乌。刘文杰因牵手，也就是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嘛甲相挺，强调伊完全信任因翁婿。昨天深夜的4张图，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根本不是同一个时间点，那么根本就是移花接木，所以会完全的信任先生吗？当然。徐小琴说的那个什么钟先生会馆，或是钟兴华先生，我是完全不知道也不认识。那邀我去的是做电商服饰的，当时这些朋友好像都有带女朋友。不过，刘文杰争议的事件要唔拿这一层，民众党立委陈婉慧嘛抛相片讲，刘文杰伫一场聚会绑架烧婚，明显违反婚害防治法，质疑伊敢是有特权。该罚就罚了，好，如果有足够的证据，我没有例外。他的处罚应该是在烟害防治法里面是2000到1万。陈婉慧指出，新版的婚害防治法今年3月实施，假烧婚受到立管，都要通过健康风险评估的审查才会当上市。不过目前也无假烧婚通过审查。林楚英表示，因兜是禁止结婚的，伊嘛希望透过这个事件，让因翁婿刘文杰会当结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